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象署继续针对13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明仔北部的温度会降到8度以下，会寒到礼拜。气象署表示讲，后礼拜四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，嘛是阁会真寒。天光时，合欢山规片白茫茫，两台吐土机赶紧出来吐雪，因为合欢山土骹积雪已经到11公分。除了山顶冷机机，白地嘛是同款。拜三透早新竹关西干那4.2度，北部温度伫10度至18度，中南部12度至22度，东半部14度至19度。不少地方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因此在新北以及基隆都有出现6度附近左右的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冷气团会减弱，各地开始慢慢回温。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，会差到10度。真正变热是礼拜到后礼拜2这段时间，到时高温会来到30度。从明天礼拜四开始，一直到下周，整体的气温都是逐渐在回升，以每天回升1-2度到2-3度的状况。到了周日之后，尤其到下周一的初期，整个天气形态就又会回升到比较温暖的一个状态了。不过，气象署表示，这只是暂时的回温。气象署提醒后礼拜四，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，强度阁咧观察当中。记者戴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